多谢警方来看高雄市的消息，高雄市三民区一个81岁失智的老阿嬷，半暝走出门，伊的查某孙真烦恼，对伫后壁想到看到伊阿嬷和乌托邦弄着，这阿嬷被送到病院了后，医院救无活。警方表示讲，车祸地点是一个四黄顶这个交叉路口，骑乌托邦这个查甫人无让行人，被依照过失致死罪送办。机车弄着附近人冲出火车，横拖10几公尺。后壁行车记录器翕到，骑士弄着附近人车倒落涂骹，附近人的2个查某孙看到，随走过看，通报医救。救护人员到场，甲附近人扛起2桥仔送病院抢救，又完过身。2个查某孙看到阿嬷红弄是真惊狂。他失智，他在生气，冲出门，我们只好跟着。边的机车倒落涂骹，零件散了了，看得出弄甲真大力。而且那个年轻人骑得还蛮快，就是离我也有一段距离这样。然后我就看，忽然前面就唰，好像就是很多东西就喷落在地板。车祸发生在高雄市九如2路22号半暝12点外，19岁姓陈的骑士经过4黄顶的路口，因为无让行人，弄死81岁失智姓吴的附近人，奉照过失致死罪上办。吴姓老妇行走在斑马线快车道时，遭陈姓男子撞上，骑士陈男9册子为0，初步研判为机车骑士为礼让行人优先通行。警方表示，骑士无让行人，根据道交法，上最当罚3600块的罚款。若是造成人员死亡，该面对过失致死罪，会当罚上最5年的有期徒刑，或者是50万的罚金。呼吁用路人爱遵守交通规则，若是造成死伤，后果恐惊的，不堪设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